好来，继续要来看是台中市今仔日佫传出着2件注意放射了后死亡的案例，台南甲屏东嘛拢有1例。到现部为止，全台湾总共有76个人因为注意放射了后来死亡。不过，这个死亡的原因是毋是就是因为注意放射，这也唔知，爱佫调查。另外，台中日前抢全台湾头一个省开放，予1万外林长来注意放射。即摆台南嘛对咧安尼做，先安排林长来注射。疫情期间，基站林长徛伫地方第一线，爱做防疫宣导的工作。台中先开放13000位去注射，即马台南嘛同款。照射照好了，大概38左右。苗栗目前针对捌传出较近的案例地区，包括客家、西港、白河，拢会使先注射。林长有靠处理咧接触人先注，可以普及到全台南市，所以这个是最好的。消息传出来，未少人拢真欢喜，因为自身的安全受到保障。帮忙从事疫调，这个就符合第2类跟第3类的。不过，即马台南、屏东拢传出一个4大注射死亡的案例。这和疫苗有关的，我都唔知影，因为这伊两卡这个是事实的注疫苗了发生的。台南这位95岁家己大妇人人无慢性病，不过昨晚发现倒伫疫情无喘气。屏东的是。做皮肤的时候，我们都认为是跟疫苗有关系。不要让以后的家庭再面临这种悲伤跟痛苦。愈讲愈激动，无法度控制情绪，目屎拢滴落来。因为93岁得着阿兹海默症的老爸，自疫苗过工烧到38度，将物件食了，下晡就过身啊。为了厘清死因，卫生所已协助家属后续进行司法相应。到底这2件死亡的案例和疫苗敢有关系？搁要进一步调查。不过家属敢若毋望中央地方会使重视，莫互悲剧搁发生。